当这个火焰甲大楼吞掉，咱唔但看到关楼建筑的防灾问题，更加看到公共安全稳重的危机。回顾到国际发生的关楼火灾所造成的重大伤亡，为2017年伦敦的格伦菲尔塔到2025年香港鸿福苑的恶火，这个关楼层建筑的防火已经将做高度都市化全世界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此时此刻，咱嘛要追问：台湾目前正在兴建的高层大楼，敢有够安全？咱实地来访问到兴建中的工地，探讨到台湾火灾风险的法规是不是完备。另外一方面，到底工地防火机制要安怎规范才完整呢？咱继续来探讨。 2025年香港鸿福苑大火有上百人来过往，国际之间爆发生重大楼仔厝的火警，宏伟的建筑和大火烧起。伫咧高度都市化的现代，这定就是爱慎重看待的潜在危机。 2019年，上海加州路的高速公路大火，28层的楼仔厝因为拍电过工人违规操作，加上高度火保温材料，这场大火予58个人失去性命。2025年，南韩蔚山33层楼的公寓悬113公尺，无死亡案例。不过，却因为悬的所在风透，致使楼仔厝中予大火困难解。2017年，英国伦敦24层楼的公寓同款发生大火。 吉伦菲洛塔因为住户的冰箱漏电，加上建筑的外墙用高度火材料，最后造成72个人不幸过往。伫咧1比2半岛的西班牙，同款嘛因为风头和外墙材料高度火，造成14层楼联动的公寓来着火，10个人不幸身亡。国际上有真侪楼仔厝火警的案例，关键拢是外墙的建筑材料，和专家在做火势快速发展的主因之一。 我想说，三明治板其实基本上一般来讲，就是假如像一般外墙来讲，就是说，最外一层那个遮风避雨的那一层嘛的结构层，那中间它为了要可能是保温或者是阻绝外面的很冷的气温进来，它会有一个隔热层。那当然它可以有任何的一个排列组合的材料。那不过基本上我们会建议说，中间的那个材质，假如你是用保丽龙的。 或者是比较偏易燃的材料，基本上会有风险。建筑用具当中，奉讲做3层防灾的材料，内底外口拢有一层金属，中气层是为了保温。这类复合式防灾的防灾质决定防火安全的系数。尤其像我们都知道，保丽龙假如火灾的时候，它会有毒气。 所以那个其实基本上是比较不适合。台湾一般的住宅大楼比较少用到这种结构那而且台湾的钢筋混凝土的外墙一般来讲会比较多。会用三明治板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有点像厂房那一类。根据内政部国土署颁布的建筑技术规则，明确规定禁止伫咧外墙的结构当中使用易导火材料，这明显甲国际之间接看火警的情形无相像。 来看台湾英国造成重大伤亡的火灾。1984年，伫咧台北较早时代大饭店14层楼高的隐身大楼熊熊大火，原因敢若是电线烧拍电，夺走19条人命。1993年，论前西餐厅互人放火，火势发展了真紧，造成33个人死亡，是台湾史上第3大伤亡火灾。灾情上较严重的发生伫咧1995年，台中维尼康餐厅发生楼架树爆炸，拢总64个人过往。2021年，高雄城中城大楼大火，46个人丧生，是台湾第2大火警灾难。除了超工放火、烧拍电、楼架树，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阁有真侪潜在危险。 2020年，台北林森北路的钱柜 KTV 发生火警，导火原因是包厢工人替工具充电的时，电池故障来导火，最后夺走6条性命，72个人轻重伤。这甲香港的情形是正相像，拢是使用中的建筑正在做工程施工，无说而来地灾。 根据各单位调查，当年业者把规栋的警报设备拢关掉，而且无提供消防防护计划，凊彩就施工。灾害发生了后，消防法修法，保强提升相关法规的执行力。
实际上，施工的场地甲准工建筑相比，危险的程度是悬真济。这组工地接看导火的原因前3名，包括切割、拍电锯等动火作业，高温产生火势，拢是危险因素。国来是用电的安全，搁有伫咧香港的大火当中，互大家人讨论的下导火建材，包括材料、油漆等等。啊，那台湾嘛有类似案例。也被员工的厂房因为拍电锯时产生高温甲火势，点到工程用的涂料甲溶剂，造成9个工程人员过往。建筑工地当中，到底搁有偌济高导火物件？这个是小泡棉胶，这个大泡棉胶，这个属于那个建材的运送的时候防止碰撞，或在施工的时候防止那个一些新的窗户啊、铝窗啊、塑胶窗被刮花、被弄到。那这个是碗子，但是它可以防止阴架上东西掉落啦，防止灰尘，还有一些小石头之类的东西。布铺架就是人讲的铺架纸，搁有无同密度的玻璃拢，用过防营压的网仔，摆出来拢是台湾工地当中接看的防火也是防营压的材料。它们是属于含碳的化合物，含碳含氢，所以它本身就很容易燃烧，它本身就是具有可燃物的特性，所以遇到火苗就一发不可收拾。同款是塑胶材质的玻璃拢，佮有布铺架，伫咧短时间内就导火出乌烟。接看用过防火网，伫咧拄着火的瞬间就随扬起抽起来。因为你塑胶如果有碗子不会燃烧出来，就是铁氟龙。可是铁氟龙就是不粘锅的材料，那个成本太高，或是用金属碗，那个成本都太高，所以不太可能去取代它。还有一些防止碰撞的，像泡棉之类的东西啦，或是一些防止一些建材运送时候被碰撞到，这个也是没办法取代的。施工现场目前无法度互取代所有高导火的材料，应该安怎好好管理？啊，若工地防火比想话搁较复杂。用法规来看，敢若无法度判断，谁才是真正监管工地防火安全的主管机关。劳动部掌握的职业安全卫生法，主要管理施工作业中的定数安全，包括火警在内，防止所有职业灾害发生。主管营建的内政部建筑法嘛明确讲到工地防火，不过甲劳动部比起来，营建单位重视的是建筑规格敢有符合防火的相关标准，来确保火灾发生的时袂扩大灾情。啊，若消防单位伫咧施工的后期，消防设备进驻，建筑才会放入去消防法的管理范围。目的是为了确保逃生救灾通顺利。看起来是以内政部甲劳动部是主要有关单位，不过想才是真正的主管机关。我觉得2个单位责任都重大。依照建筑技术规则很多的规定，就是要靠地方的建管单位施工来查核。劳动部的职业安全署也更重要，因为它法规已经有定一些就是劳工的职业安全，还有那个动火的管理，还有一些风险评估、危害辨识，都规定在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对第一线营造业者侵入工程现场，阮发现工地防火任务是真复杂，嘛袂当看轻。工地防火涉及建筑法、职业安全卫生法、营造安全卫生设施标准、消防法等等，包含用火程序以及建材的整理摆放，相关法规多又繁复。但走进工地，要如何具体将法规落实在工程之中，又是另一门功课。现在这是目前就结构到5楼的一个阶段，我们目前是还没有进入到装修。防灾的部分，我们在梯厅随处都可以拿到灭火器。每个楼层都会放置因为在施工的时候，可能随时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火花所以我们随手都要有设置这个灭火器。差不多1个月会检查1次。抑搁伫咧工程前期的新建案，现主时相关的消防设备也未进驻。根据建筑法第63条，建筑物施工场所应该有预防火灾适当的设备也是措施来做基本的拍火工具。通常还没有到消防检查或者是装修阶段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个消防水带的。我们在结构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设一个临时的。这临时的可以使用通常在工地是除了消防队他们会自己带过来，工地是不会有的。家己设的拍火设备，显示大型营造业者对楼仔厝工地是真烦恼。
消防水大，凡是会当伫咧关键时刻，加做工地同仁，即是救援的性命线。因为我们目前要使用一些临时的照明，所以在楼板里面的电线目前都会拉射完成，甚至会通电，会通上临时电。这些临时电，然后可以安装我们的那个临时照明。这些临时照明都有一些防感电的一个配置啊，不会很容易就让那施工人员去触电。临时照明临时照明这个头通常在临时灯具容易感电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头的地方。所以我们都会换装这种防水的那个临时灯。电力问题是工地火灾当中上该接看的调因之一。不过面对较无通光的内部，也是地下室，一定爱有照光的设备。不过要安怎为源头避免感电意外发生？电线高架主要电线是防感电比如说电线尽量避免触地，因为在工地地面常常都会潮湿可能会有积水所以电线尽量不落地，所以我们会做一些电线高架的一个措施，对不对？让电线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挂在上面。甲电线有关，照光的设备细腻又好势，连临时电箱嘛拢围起来，拢是要严防小拍电的意外。像这个都会用在保护，就是说我的窗框的保护，或者某些建物做界面，就是说两个结构体中间要有一个界面材的时候会使用。大部分这都是做。比如说我建材的保护，比如说我铝框已经好了，新的东西把它保护起来，把它包起来。法规它像我们劳检处会有一些特别提醒工地，让工地要对这些要去做一些防护像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堆置一些比较易燃的建材我们会把它集中堆置，然后上面会预先设置一些消防的感知器，避免它因为工人的不小心淹地，然后造成它火灾的那个发生，所以我们在工地的时候会特别管制在旁边一样也会设置灭火器。针对高度火的材料，工地会专门设放的所在，依法规定嘛会照顺时摆好设，搁爱设防火设备。工地动火作业，参照各种拍电鼓、切挂，产生大量的高温甲火势，应用拢是引发灾难的原因。动火之前，你要周围要保持净空，不得已的话，你要加防护的部件去覆盖。接下来的话，就你要消防灭火器具。金属切割，它因为也会产生火花，那个火花也可能会造成工地的火灾，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遮烟板，我们叫极星罩，它在切割的时候火花不会到处飞。现场作业有一定的安排，动火程序嘛需要经过相关负责人签署启动指控了后，才会当开始作业。每一张申请的单据都是对工程人员性命的保障。钢筋有时候需要做一些加工切割，我们就会用到动火作业。动火作业的部分，我们有设氧气乙炔，氧气跟乙炔我们会隔5米以上。储存它有空瓶这是里面已经都灌满的氧气瓶。乙炔是放那边，它空瓶。它为什么要放远呢？因为氧气的部分是助燃，那个乙炔的部分它是会燃烧，所以它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危险。所以这个也是法规上的规定，要分开。工地防火涉及真侪法规，专家是认为制度规范已经得要完善。现在问题是有没有落实这个东西，还有执行力、管理的力道够不够？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个统筹整合的单位，
那个可能因为他们都各自有部门，各自有法规规定，但是缺乏整合制度面，如果能够有效落实，应该可以大幅降低，例如香港各种事件的再次发生。法规虽然关闭，不过主管单位无明确，加上专业的查核能力不足，可能让真济看起来完善的规定是一枚砖头路，天光扫步半步。落实制度，加强查核，是大伙予咱的课题，莫让悲剧搁再发生。